第10课台语的变调声调规则第2部分。台语有本调嘛有变调。台语是一种全面变调的语言。咱用衫、底、裤、胯、人、片、直来表示台语的1、2、3、4、5、7、8这几声。同款用这个例，咱来说明变调是安怎。若是伫咧单字、古字也是讲尾字的时阵，这字会以本调来出现。毋过，若是这字的后壁搁加另外字的时阵，一般来讲就会变调。所以咱的这个例内底，衫咱用洗衫来讲，衫甲洗衫的衫同款，伊是这个单字或者是尾字，这个衫就是本调。毋过洗衫机的时阵，这个衫变做衫，这个衫就是变调。第2声底，床底，床底的底是本调，毋过底图，底图，这个底就是变调。第3声裤，咱讲底裤，裤是本调，毋过裤带，这个裤带，裤就是变调。第4声胯，空胯，空胯，这个胯是本调，毋过胯喙，胯喙，这个胯就是变调。第5声人，亲人，亲人，这是本调人，毋过人客，人客，这个人就是变调。第7声片，流片，流片，这个片就是本调。那换做讲片水，片水，这个片就是变调。第8声直，直，正直，这个直就是本调。那换做讲直角，直角，这个直变低咯，加入声，这就是第8声的变调。归纳出来，咱讲变调的顺序就是5变7，7变3， 3变2， 2变1， 1变7， 4变悬， 8变低。华语的考怪讲是573217 4982，因为1、2、3、5、7这拢是同音的，所以是一类。4甲8是入声，所以是另外一类。也就是讲，第5声变调会变第7声，第7声变调会变第3声，第3声变调会变第2声，第2声变调会变第1声，第1声变调会变第7声。这个第1声甲第5声，伫咧多数腔内底拢是变做第7声。伫部分地区，第5声会变做第3声，这是较少的咧。入声部分，第4声变调会变悬，第8声变调会变低。举例，第1声的例，咱讲本调是爬山，这个山是本调。山岭，山岭，山就是变调。第2个例，开花，开花，变调的例，花蕊，花蕊。第3句
提亲，提亲，这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的是亲家，亲家。第二声，先祖，先祖，祖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是祖先，祖先。第二句，徛起，徛起，起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就是起头，起头。第三句，雨水，雨水，水是原调分调。啊，若变调是水墙，水墙。第三声，奋斗，奋斗。变调是斗阵，斗阵。第二句，拍拼，拍拼，拼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是拼扫，拼扫。第三句，讨趁，讨趁，趁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是趁钱，趁钱。第四声，心胸阔，心胸阔，这个阔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阔蹦蹦，阔蹦蹦。第二句，读册，读册，册是分调。变调是册读，册读。第三句，隔壁，隔壁，壁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呢是壁纸，壁纸。第五声，讨海人，讨海人，人是原调。变调是人人好，人人好。第二句，安排，安排，排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是排队，排队。第三句，田螺，田螺，这螺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是螺仔壳，螺仔壳。第七声，记号，记号，这个号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呢是号名，号名。第二句，嫁娶，嫁娶，娶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是娶某，娶某。第三句，开会，开会，这个会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是会议，会议。第八声，老实，老实，这个实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是实在，实在。第二句，礼物，礼物，这个物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是物件，物件。第三句，独立，独立，这个立是分调。啊，若变调是立志，立志。